来看115年度的总预算案已经拖5个月，阁无法度复位审查。立法院第11届第4会期今仔落尾1届院会，若要共款是以人数优势，赞成49个人，反对60个人，搁再封杀总预算案复位审查。外界嘛预期讲，若要按算，会甲包括动产条例、搁卫生公报法、甲主体法等修正案三读通过。另外，若要提出115年总预算案施行计划动议案，来处理 TPAS 等38项施行计划预算，议会是决定讲，按照党团的共识协商了后，才过来处理。立法院这个会期延会到30日期满，8月上尾1届议会按算进行法案大清仓，包括动产条例、卫生公报电视法、主体法等等的修正案。拿着唔能出动甲级动员，甚至已经有表决到半暝的心理准备。包括卫星广播电视法，也包括这个党产条例的修法，也包括这个立法院组织法有关于助理费的修法。那今天也都会一并提出。那协商没有结果，那么就是讨论后付诸表决。我想这点大家都概无悬念。至于说有些未经协商的也想要闯关，我们是坚决反对。民进党甲在野党话讲，卖伫预算的会期唔审预算，煞处理争议的法案，而且批评民众党提出的各项特别条例。不过，民众党团强调讲，针对今年度总预算案，行政院应该先把已经三读通过的军人加薪水等等的项目预算甲报复到业。国民党团嘛发声，讲希望总预算案内底38项新型预算提呈动议案会当顺利通过，叫执政党莫甲百姓作对。希望呢，赖清德总统、卓荣泰院长能够尽快的苦民所苦、急民所急，能够在冷冻期尚未到的时候，我们尽快的给它三读通过。1.25兆的军购，事实上全国的国人呐，不是1.25兆啊，连后续延寿跟维修，总共是将近4.5兆台币。赖清德总统到立法院，必须跟全国国人讲清楚。我们相信黄国昌今天还是会硬要把他自己的国防军购条例送进来，然后继续阻挡行政院的国防军购条例。所以，如果今天把这么多恶心的法案一起计算的话，我觉得国民党的这些委员，还有民众党的委员，我们真的要一一点名，告诉台湾人。条约协商了后，确定再起处理总预算施行动议案，下步是主体法、卫公法、甲动产条例修正案。因若登记了受到讨论的有关助理费的立法院组织法修正案，将基本是无列伫内底。记者综合报道。